回头来看，昨有7例境外输入的病例，其中5例是中营海运所属的中丰轮，船顶3个台湾籍的船员，甲2个菲律宾的船员确诊获得病毒。目前这5个人已经隔离治疗。船顶另外17个船员，嘛伫高雄市卫生局的要求之下，分仓来隔离。因为这台船之前有停过台北港甲台中港，所以这2个港口嘛紧急来做消毒。卫生局人员甲医护人员全副武装，伫高雄港8号码头，因为昨台湾新增加7个境外移入。其中5个就是中丰轮的船员，医护人员将确诊的船员送去病院治疗，其他还有17个人伫船顶分仓隔离。其余的船员都在船上，做分别单独的舱房做单独的隔离。这只是中营货运的中丰轮，船顶有22个船员，会使载2881卡27个货柜，专门走亚洲线。即马只能点点停伫高雄港的港边。经过了解，过去1个月，中丰轮捌去过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香港、高雄、台中甲台北。最近8月26到29，捌去过日本。9月初到初2，我伫台北。9月初2到初3到台中。最后伫9月初3到高雄的时，有船员感觉人无爽快，检查的时被验出 PCR 阳性。南航局表示讲，目前这条船要继续航行，上安全的方式就是所有的船员拢换掉。把所有的船员都换掉，这是其中一个选项。是。那对船方来讲，这样子比较快，船可以比较快可以运作，但是他要有办法一下子找到这么多船员。依照中营对外回应，讲中丰轮顶的船员最近几天，敢若少数的船员有落船尔，也无虽然是安尼。南航局以往表示讲，依照规定，中营海运上岸伫初8下晡爱交出后续防疫计划报告书来审议。高雄市卫生局要调这只船30天的医疗日志，要了解所有可能的感染风险。